我们世界各地的莲友，在座的法师，大家早上好，阿弥陀佛。今天是12月15号，是一个良辰吉日，法界龙天护法都会下降在人间。你做好，他会给你记录；你做坏，他也给你记录，一笔一笔在功过簿里面都有记载。举头三尺有神明呐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哈。今天讲这一章内容，告诉大家：世间总会有纷扰啊，莫要跟随境界跑啊。所有是非不言讨，因果不昧要知晓。这个什么意思呢？就告诉你，世间总是会有一些纷纷扰扰啦，不平静的，有好有坏，有善有恶，有人对你很好，有人对你不好啦，有人向你讨债，有人向你还债啦。那么这些东西纷纷扰扰，是是非非太多啦。人世间本来就充满如此啦，不然的话就不叫娑婆世界了。娑婆就是你要堪忍，你能够接受，要忍耐。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委屈？因为世间本来就不完美的，所以我们要了解，如果你处处都要想按照你的希望，世间是没有的，只有极乐世界才有办法。所有的众善人都聚会一处，但是这个人世间呢，总会有那种让你烦恼的事情。我们不是报恩，就是来报仇的，来讨债，来还债，种种这些因因果果太复杂了。我们人一直要求完美是不可能的。莫要跟随境界跑，有的时候人家在外面贪求享受快乐啦，或者是什么歌舞表演啦，我们学佛的人呐，不要跟这个境界乱跑。你着这个相，那你心就随着他跑，有一天你得不到的时候，烦恼就不断了，你痛苦无穷的。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，不要跟随着境界跑。如果人家有奖励不好，你也不必生气了，不必懊恼，不必去计较了。为什么？因为那本来就是假的嘛。佛陀一再的强调告诉我们，外在的环境都是虚假的。如果说是真的，那么你能够自己掌控，能够安排，这叫真。我们没办法呀，不能听你使唤安排啊。所以我们就了解到，外在都是假的，不要跟随这个境界乱跑。你的心不要跟着转哦。所有是非不言讨啊，是是非非，你不必去追讨它。这个讨就是去计较，我一定要跟你分个清清楚楚，好好坏坏。你这样子自己就会困扰了，自己的心永远安定不下来。哇，太痛苦了。人世间的烦恼就是因为这样而产生，一产生了之后，你的灵性就受污染。你一旦受污染，晚上睡不着觉，起来饭也吃不下，我们的元辰就暗淡了，日子就过得不幸福不快乐。所有是是非非都是假象，你不必去跟他计较，计较一定要分得清清楚楚，没有必要。因果不昧要知晓啊，因果是存在的，个人造罪，个人要担啊。个人的因果，个人要去承受啊。因果不昧，因果是不会消失的。你种的善因，你得到善报；如果种的恶因，一定有恶的结果会出现。因果不能代替的，要知晓，你要清清楚楚哦，你要明明白白哦。这一点呢，就我们学佛很重要的概念。这一章呢，利用今天短暂的时间跟各位大家来分享。各位，你们听起来应该感受很深呐，因为你们都是身经百战呐，社会经验特别丰富的人，你们已经体会到了，感受到了，已经发现到了，原来世间就是如此。如果你拼命的跟外界这么转呢，我们永远都是痛苦难断。这一点呢，希望大家都要明白。阿弥陀佛。